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有当着人甲人伫咧相处，确实就真需要缘分。啊，你讲缘分这款物件吼，看袂着，摸袂着，不过缘分介要紧的。有影讲人水歹无比止，你要去倒位比啦？生作水的有人比咱较水，生作兔条斜眼的嘛免怨叹，嘛同款有人比咱更较欠死的。啊，毋则俗语话咧讲生盐免生水。这过去人伫咧念，讲1年2钱3水4少年，那计出吼有10项条件，盐嘛是排伫咧足头前。生盐免生水，互相就免计较。啊，有影哩，毋则新娘嫁出来到红婿，来到新郎因兜，嘛着爱野盐粉。这野盐粉这个盐，当然就是甲姻缘的缘。咱咧讲这个缘，互相hòa音。啊，俗语咧讲缘，咧讲即款看袂着、摸袂着的物件，几落句内容拢真趣味。过来国情招你来开讲，有当着啊年份啊聊啊较有，咱的亲情、咱的厝边、咱的朋友兄弟就替咱真要紧。讲啊，某人啊，我看你这个婚也袂娶，无我来甲你小报一下。也是讲吼，咱姊妹啊伴啦，自细汉咱咧做伙大汉，你拢还袂嫁，无我来甲你安排。互相中间亲情也好，事势也好，看了会合就相报。即摆互相坐对方。那第一印象无讲遐尼啊好，第一印象无讲遐尼啊意外，转来安尼伫咧挨杂杂，讲吼我看伊吼，就安尼无解我的缘会哈呢。有当着啊人来咧嫌的时阵，咱中咧共牵亲引情，咧共介绍的人，佫会共囥安怎样？这另外一句俗语，讲吼莫嫌啦，看久缘就谱啦，万项相信拢安尼。包含讲国情啊，踮遮讲一句诚意的话。阮伫咧做节目，嘛望讲你经过空中看久缘的谱，因为阮确实节目足认真做，足拍拼做呢。啊有影，咱认真甲想一个真，无论讲生缘免生水，还是看久缘的谱。翁仔某中间爱有一个缘，朋友中间人甲人咧往来，包含国情啊所讲，经过电视你转到阮即个频道嘛爱有缘啦。毋则讲吼世间事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万项人拢爱安排较到，无讲遐尼简单就会当成啦。啊，若真正发落了会好，处理了会成事，咱爱有感恩的心，爱感谢所有甲咱援助、所有甲咱出气着力的人。毋则过来国情要来讲第3句的俗语，这句我咱介趣味。第一，咱讲姻缘到；第二啦，姻缘若到吼，嘛着爱啥？嘛着爱媒人到。国情啊，这有影，姻缘到。这有影讲天时甲地利，啊，国情我咧讲啊，中迄个牵亲引戚，迄个小介绍，迄个若无谱出来，姻缘无够，媒人够也无效。但是姻缘若够，嘛都要有中迄个牵线的媒人，啊，都要媒人够啦。所以，若代志办了会成，咱啊表示感谢的心。国情踮遮嘛要感谢你收看阮的节目，对阮有听同的缘分，诚意多谢。